桃園起造航空城有一寡住戶因為配合工程，就要來搬厝。政府答應講會提供因補助，讓因先有住的所在，結果甲原本的厝拆掉。不過即馬煞因為欠工、欠原料等等的原因，這工程就要來延後。這些住戶就要求政府愛照拼照行，補助的期限嘛愛對咧延後。航空城工程是一直在進行，不過因為大環境欠工人、欠了解各項因素。拆遷線期限延後到今年12月，看到這個拆遷線期限真緊迫，航空城拆遷戶台行政院長杜英泰參加通車典禮，大動作來抗議，要求政府按照進前所講的先興建了後才遷線，加今年6月底加速開發15%獎勵金，也個年底最後搬遷50%補償金，期限來延後1年。2年前就要交了，可是延到去年才給我們，你看我們哪得蓋得起來呀？希望說他們獎勵可以往後延，就對。對啊，叫我們6月底要搬，我們要搬去哪裡？我們要在外面打地鋪嗎？你要把我們6月底15%的錢收到回去，啊，不過來我115年12月底去收到回去，那你說我們用什麼錢蓋房子？到今年5月，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抑個有附近地區區段的徵收案，徵收範圍內底，依然有1612棟建築物也未拆遷線，所有安置土地安置戶有668棟，其中佇個第三跑道範圍內底是有297棟。獎勵民眾的部分，只要不影響到我們的區段徵收工程，包括第三跑道的集成，後續的執行方式，我們會持續。來針對民眾的權利跟想法，來積極的回應跟因應。後續我們會在這種先建後建政策下，我們跟桃園市政府這邊為整個政策目的跟協助居民能夠順利安置搬遷這樣的立場下，持續來推動。基於先興建了遷線的原則，地政局講對着安置戶，希望6月底進前完成建築物拆遷線，才好到領厝，配合加速開發獎勵金的期限展延。市府後續會特別影響第三跑道區段徵收工程，也個有拄價地點交這機場的條件 A， 兼顧補助政策目的，也個協助民眾順利安置入場。有春秋來檢討一平方式，並且甲交通部密切溝通甲合作。記者綜合報道。